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慧珍慧珍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今比亚半日嘅福气来咧，好食生产线哦，带大家共下来认识当季好食了解到菜地嘅特产咯。讲到咧台湾吼有机农业，较有规模吼，大家咪较地嘅有样所以来见多咧哦。除了讲宜兰嘅航天村、花莲嘅罗山村咧，到台湾嘅南台湾客家种美农吼、闽农哦，咪係也個支配性嘅天氣哦，像安尼嘅實體優先耕種嘅方式，有遇到乜嘢樣嘅困難吼，去做嘅時節按樣去做，有缺點，所以就要同呢位哦，見邊呢，係特別吼，俾大家來搶到農場嘅總經理吼，邱德成邱先生，來留大家來做一隻分享咯，然後就叫來搶，邱先生來留大家上家門，Hello，邱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邱德成，目前喺美農經營一個遠飛有機農場。今日千歡喜有一個機會來參加福氣來地嘅節目播出，請大家多多指教。講到一個頭先嚟邱先生就帶出一個農場嘅名嘅啦，嗬。我想當到人都一個講到可以種農場嘅時節，大家最經常講我一名嘅安樣嘅去按啦，嗬。一個遠飛農場，嗬。頭下講一開始來做有機嘅時節，就係用一隻名嘅，也係講係米下後爭過來改過嘅。一個農場開始嘅時節的哈，就係呢美農有機米產銷班第一班。有機米嘅第一班哦。美農天氣嘅有機米嘅第一班，也係美農嘅發展有機事業開始啦。但是一個農場呢，就有機米產銷班第一班，經營咗幾下年以後嗬，其實當時咱台灣嘅有機嘅消費市場蠻打開啦。有樣哦，都係按多年前嗬，嘅下嗬，講到有機哦，大家就對一個有機可能有到嘅疑惑啦，有當到嘅問題啦，嗬，即講也係講嘅下嘅有機嘅技術，從面咩冇，從一下嘅。好，因為慢慢的，你會引來進步。會，所以當時因為一個收入冇安好，大家做有機做得挺辛苦啦，所以呢，有一段時間挺難維持下去。因為有機農場呢，一個創辦人叫做邱成樹先生。邱成樹先生伊一個遠飛嘅兩隻詩，伊為了紀念伊個爺愛，遠係呢伊阿爸嘅名嘅其中一隻詩。飛係呢伊阿妹名嘅其中嘅一隻詩，所以兩隻詩對伊嚟就按到遠飛有機農場。古時一個有機農場嘅名嘅哦，係按樣來嘅哦。本代上說也係13年嘅名，然後係2-3年嘅名調起來嘅。係。古時也就係講有一隻代表嘅一個意義啦，嗬。本代係一個美農嘅有機嘅講到上個第一班。有機農業嘅有機米嘅第一班，產銷班嘅第一班。唔過下後咧，幾年過後咩嗬，慢慢咧也就留起最有一隻名嘅叫做遠飛農場嘅下期係想講接數來做係嘛？也專接數來做也可以講，一方面天數啦，可以講天數啦，唔係接數啦。天數來做，因為一開始來做嘅，記得當然做到唔講一開始嘅時係辛苦啲嘅，慢慢咧都有新嘅人。新嘅人來加落來，強下天數，強下做。所以目前一個有機米產銷班第一班，強樣順菜啊，也嘛相同一啲農民，相同一啲農民啲一個耕種安尼啦。好，強樣係一啲農民，唔過咧，有新嘅人來加落來，嗬，當然係上都包含咧，除咗種嘅技術，嗬，你慢慢地引來進步以外啊，都係一個管理嘅層面啦，嗬，一個行銷嘅層面啦，一個農業有機農業嘅一隻概念，嗬，一個推廣嘅層面，你慢慢地都有一隻新嘅出來咧，嗬，頭到尾，這個對中開始韓國到消費者嘅數項，應該全部按樣嘅來做，慢慢地都一出來去做推動各隻環節和各隻步驟，都要專業嘅人哋嘅做。係啊，其實就講農民本身經過按多年以來嘅經驗以後，過去農民大部分搶會種，會生產，但是按樣嘅賣不滿人。錯。
講無嘢方面嘅知識啦，也係個冇按到時間嚟去買啊真產品。是呢，講吼種啊吼都動辛苦咧，係啊一個你講愛做吼，一個時間都動長呢。當場啊，明日中國都開嘢啊，都想去休息咧啊，然後還有心情，冇一個精神嚟去想講啊，東西要買哪去啊，買唔買年啊你啊。係。哦，啊，所以講啊，見一下來，他係有一個經驗嘅以後吼，除了會種以外，也啲啊一樣嘅去享受，錯，一樣我哋去買，哦，所以也都一個經驗嘅成長啊。有樣哦，也做人工島啊，吼，按用天挑高後啦，吼，按用嘅來做，用嘅來做，就推廣高後。慢慢嘅吼，你都喺做嘅過程當中啊，頭先有提到咧，有農民哦，透過本單哦，嘅一條來參與耕種嘅農民，佢哋本單都也耕種嘅，行喺飯菜都也耕種。係啊係啊。也慢慢嘅，行喺有新嘅人，新嘅農民會加入來做啦，吼。像按用要按多嘅人來做嘅時節啦，吼，啊就會面到上到一隻嘅人講嘅吼。大家喺講，像按上班客就講，比如講一個高麗菜吼，玻璃菜吼，有啲人咧，做一薄嘅貼片嘅度，大家就講哇，一家事就唔好咧。從唔到按用嘅按到嘅按太嘅農場來講，對按用嘅愛種物嘅農產品吼，要貼片哦，就係。入位做係當然係自家本身咪講理念嘅嗬，咪要來耕種，你都要貼片留入到人嘅農民去做，講交通啦，嗬，按樣嘅去做，一講要留人啲農民來打契約入到冇。哦，打契約又係部分都講，要對啲農民要同佢合作，要部分會打契約。啊，部分嘅農民而嘛冇打契約。哦，都講啊，見他嘅農民都遷到可以享受嘅乾土以後，嗬，有啲農民係自家種，自家去賣。佢都自家種，佢自家按用賣，因為要當到嘅老主顧咧。係啊係啊係啊。一做賣佢都一下就上來唔係問題，故所做冇天錯愛講。係冇天錯就愛同藝推天數賣一個產品。係。哦，啊有啲部分都講啊，有啲農民種嚟藝就對。而係會推天數嚟賣，哦，當然本身係自家係你最大嘅生產者。係。哦，當然因為過去一開始嘅時節，嗬，有個尤其事業、尤其嘅社會風氣係慢慢發展起來。所以大家前面個種，但是種出嚟東西唔知賣唔賣人。有樣哦，佢下嗬，自家識送親戚朋友也都可能都行要存咯。行要存啊，說唔係啦，你過去有嘅經驗就講啊，種幾多菜嗬。寒天嘅時節種菜，菜一下熟嚟遷多，但是如果賣唔出去，菜也扛唔夠。但是按你樣嘅喏，只有送人食，送人係樣嘅，自家視察做一本嘢搶人食呢。哦，唔係自家人拿自家做一本嘢食呢，係咪？呢個時間喺講上班，哈，真是吼有按到嘅現場嘅時間，也真是吼有強拍佢會打上提起。係啊，會打上提起啊！啊，所以經過有幾下人嘅經驗以後，嗬，人哋農民他梗係有一個經驗，就講啊，嗬，種啊，嗬。種唔得隨便種，哎呦，計劃嘅，你有一次計劃出去規劃種，比如講嚟下種乜嘅菜，種包粟、種米、種或者其他嘅產品。錯。嗬，我係有一個計劃性嘅嚟去種，安尼啊嗬，人哋嘅收入也唔會失差。錯。咁我唔係種千多也做得，種買本盤餸啦。買本盤餸來講哦，也相對嘅哦，應講直接攞農民買哦，應做得回饋本農民咧。應講你買本盤餸，算起來盤餸一片嘅價值應該都已經啱啱千大，就會嚇大條嘅，行過一個再個買到消費者喺數行嘅時節，佢價值可能個客高。消費者要拿到嗰個嘅嗰個價值嘅東西。錯。哦，但是可能也冇按新鮮。有樣。哦，因為經過幾下數啊，比如大盤、中盤帶來點烘在一本消費者，所以啲價值高，啲產品冇按新鮮。係價值高，產品冇按新鮮咯，故作一定嘅考量之下咧，嗬，咁你就係有計劃嘅人工來種，愛種乜嘅，也做一隻太空門嚟哦，嘅下愛開始種嘅下嗬。我依考慮，做唔得有得會填標記方，做唔得講冇種嘛，嗬，大家做愛要種，一時節，像你都係用嚟去分批啊，也係講用嚟去留幾到農民做交通咯。好，也可以做講啊，嗬，一方面係你農民自家嘅經驗，比如講啊，以下啲啊，挨下啲啊，嗱個消費者有個時間又係貴，買個產品會買個好，係，嗬，可能有個種嘅面積就會嗰度。啊，再來就講捱自家需要，捱按某個產品嗰度，然後愛種一度嘅面積，甚至捱種嘅一個，譬如講也有紅頭、黃頭、烏頭，錯，哦，一頭嘅捱種某個品種，哦，還有
唔係單槍種嘅東西咧，一啲品種咩我嚟考慮到。品種咩要考慮到，因為每一種品種伊主要個用途無嘛共用啊。比如講啦，嗬，像講芋頭嚟講，佢一隻品種可能適合拿來做頭呢。錯，有青鹽咧，又叫黃鹽咧。佢嘅用途都冇共用用途無嘛共用，但是唔係種統一嚟用也做得啦。但是係有個主要嘅用途。講較主要嘅一個用途，嗬，係咩？佢嘅消費權較多，買一年較多，人都要種較多啲嘅。哦，係啊，因為一嘛要考慮人嘅市場啦，要考慮人消費者嘅立場啦。嗰時候也有機嘅，嗬，像也都留農民交通嘅下，嗬。頭下啦，因為一開始講大家都去搶港中嘛，佢都對日行銷、韓國各方面都冇按了解。頭下啦，也都農民來做交通嘅時節，會有嘛？該講呢個較困難嘅素材嘛？哦，有啊，其實人都有一種自家佢主觀性嘅觀念嘅，嗬，面到愛自家面到就最錯、最好啊你嚇。啊，所以當時人講嘅不見得以為接受啊你啊，不過也需要時間啦，睇下時間慢慢地去溝通，慢慢地溝通，要經過一些磨合啦，大家時間面到講，你淺淺嘅一個目標方向會過一致性啊你啊，所以當然也就當然你喺中國人同過後生嘅農民來溝通，可能有個大家個角度有共識，反正喺做。老他有經驗嘅交通嘅時節，佢都會可能醫生啊，也他本身嘅經驗，透過嘅經驗，佢會想按樣講，佢會思考過錯啊唔錯。哦，當然啦，人幾個睇嘅農民都有千好嘅經驗嘛。喺中國講啊，當然係你農場民農嚟講，係冇嗰種人幾千睇嘅農民嚟做有機嘅。按樣哦，按樣佢都一下。嘅也個即係講遠飛農場哦，嘅也農民嗬，耕種人來講啊，喺我桃園來講，平均嘅年齡層係幾多歲啊？平均咩超過50歲啦，50歲。超過50歲，啊你係算過後生嘅哦。嗱你一般傳統嘅農民嗬，平均可能會到70歲。要啊，要到我記得係咪要滿高嗬？要到喺講嘅農民來講，佢都講哦，一下我到穿後生嘅就係捱70歲咧。係啊，所以就農民一種目前全台灣嘅農村可能有一個問題。唔將同係係咪會喺咪聽書嚟種菜啦？嗬，有度講聽書做事嘅兩個歐巴桑嗬，兩個人加起來都150歲。150歲，哇！係啊，我都人見先睇嗬，當然是也係喺助理度，喺助理度。嗰時候一下而家平均嘅年歲嚟講係52歲，唔過助理係嚇到死嘅，真係佢哋會經驗各方面嘅，交朋友都好慘嘅，有咩動創業啦，嗬。中意到而係講有機，可能一下看到一個一個畫面紅嘅啊，一條，所以係發現咩人講有機嘅，就下就愛手工，係看見到呀。相片都機器呢，都機器來做。有機嘅嗬，有啲部分係手工，譬如講啊，除草，除草佢都係用人工，用割草機喺度拔落出割草機嚟去除草。但是有啲會種嘅東西做唔得，全靠手工，因為手工體時間太久，種嘅時間太長，天然成本太高，所以係要用機器嚟去種。譬如講絲禾、種頭。係，一定要用機器啦。因為呀，師傅嘅韓國種呀體會呀條嗬，佢要一天嘅時間，啲波都要攞去種好哦，種太稀嗬。係啊，而家有季節性，有一個對時，一定要個時間種。所以你人工，譬如講係種頭或者種五甲頭嘅，人工天天嚟種嚟種嚟。嘅愛種到你條時咯，嘅時間種到米頭嘅頭先咧已經好為愛個頭嘅嚟啊。養嘅神哦，咁所以要一個，你講到啊，好慢慢嘅對，你講到有機產銷班體一般哦，所以民農嘅產銷班體一般都一下嚟講，真係嗬，人哋各樣嘅嗬，對眾多行銷也方面都當潮切嘅，所以啊，係要呢度嚟來留大家分享，成多也會有兩下聽，家下陣個繼續來留，呢邱先生來打這個。